请在人慈悲，远道风，昏道多风，点子长，点头是早安。各位先请坐下。给他阿后也，给他浅显的学术。大家老散。咁啊，各位好啊。唔係，係啊，各位好。舊年我有機會去迄個台灣山，就當然給大家提一下這個語言啦啊。你講嘅係台語嘅咯，我這個人真要啦，台語是如果標準，但是因為你到法國吼，講一講講一哦，煞變成慢慢台灣國語所以這個家感覺講較親切啦。然後就叫我哋咱叫做報備，剛才在前面講，那個河馬是路邊嘅人，路邊哥在人出到呢個路邊，還有錢喎，還有錢喎，河馬是在咱是7年半嘅錢，我平壞是差點點，7年半所以在人這方面嘛較一些。咱這方面較少個啦，就是頭王啦吼，咱遐個民情風俗都樸素，當然是相同，所以看到諸位感覺就真甜，你有感覺到無？所以今日咱台灣市主席，先前主席，台灣市主席以及咱這個先前嘅有這個機會。來到咱家見面，因為河馬是武功有山，方玉山的，方玉山所以以前周边雖然我講，但係呢個叫做說誒，大家攏是兄弟姐妹，大家攏會驚自己嘛。咁每一組大家去辦，攏辦了做尤其咱酒店嘅年齡可以但是不簡單。當然在這本書為了這個德，為了公共在大家天下看得重教育所以講這個文化為了救濟，來當然這個積極，要將這個德傳遞到咱個九州啦，傳遍九州啦所以講伊個精神但是咱這個文化嘅做。所以今日河馬來遮，唔敢講道理互咱聽，是我身邊會使來互相做一個參考。河馬嘅課，本來恁幫點的書有甲河馬。好像也沒有衝突到。如果再往前的話，可能就比較有問題的話，它都很關所以有這個機會來到咱這個叫思想愛想，愛想這單正小義剛單單位所以剛剛就歡迎。歡迎剛才講嘅都會漸都一下因為我嘛甲吳先生講有啥物要講啥物地方，都袂使，我都袂使，我家己自由來發表，我感覺較好啦。
所以我有甲伊讲，无来讲这个地方叫做转念2年2尔，但是这2年2要做袂到，实际上有大功夫，对无？无要紧，咱今仔就这个2点钟的时间，大家互相来探讨。我所做的这个境界甲心得啊，比以前代表啦，可能做唔到这点咱承受，道理讲错要做会到，爱看个人的能力。毋是做点文书，是讲安怎啊？放落粗讲道理，不一定做会到。其实个人的偏见。讲得好未必能够做得好，讲得好不一定会做得好，所以讲得真简单，要做的是足困难，但是唔是困难，是你有用心哦，你有认真哦，你若用心认真啊，那讲的有句话言顶信天哦，人可以超过天，但是不可能啊，是你比如讲，你的人生只要嘛用心。新代志拢做会到，所以咱因为2点钟互我要用超过的，所以咱这个时间是哪个？互我即马就开始，先到咱这个问题，咱已经行领去，咱到底行领去？我写好啦，最后一个重点，伊写什么物件？你到底行领？伊就甲你讲，你啦，密码，我咱叫你讲，大家拢手都攞一个机哦，你若机要开单条就是单条，但讲题目设定买看密码，咱难道密码？没有密码。咱人有生命的密码，生命的密码。这个咱人生命的密码是啥物？咱知无？人讲的八字，落土讲八字了无？年、过、日、时，是不是咱若要算命？是人男要娶女要嫁，是不是爱学八字啊？爱合，若袂合，后壁会。真正是做袂歹的大家起这个革命。所以这个八字啊，讲是咱庙的，咱一世人出世伫这个世间，就是照这八字去行。讲因果嘛，前世因，即世果，所以咱就照命的运转，安尼这个做。命的运转是啥物呢？就是咱一世人的因果。所以咱每一个人都爱按表操课。所以这世人到底你是好命，你是歹命，还是你种种你在看你前世人，你到底是填什么表？你照这个表来甲做，所以世人都是这是咱世人这个因缘果报。那为什么咱会受这个因缘果报呢？因为咱做出的违背了这个自然，是这个宇宙间有一个自然的法则。这个自然法则咱离开啦，所以咱会变现出无正常也是无自然的行为。这个无自然的行为是咱咧讲的，咱的心念，咱这个念头唔对。在讲粗甲粗鲁时候，咧讲，咱的念头甲自私为着家己，记落去家己这就是咱咧讲叫做欲无欲念，是咱咧讲叫做妄念，叫做邪念，就是无正当、无照道理、无照平实，安尼做出来，所以你种下了因，就较无好。
那么一世人才会承受这个果。你一世人再安尼做，后世人就会变成安怎？所以这是咱一般社会咧讲的，大家人生啦，拢就是照这个三世因果来转。那你最后，你既然咱转身啦，像咱注意，敢有法度脱离生死轮回？有咩办法？无啊。但是真个无办法，但是真个注意，咱真个注意在说，咱有机会放弃，对吧？来记住这个道。啊，记住这个道的时阵啊，所以拄则你讲话，咱一世人咱会教养我跟你讲。但是我今日要经过道教，我知影要安怎做，我知影要安怎改头换面，我知影要安怎来修正，要安怎改变自己，要安怎忏悔，要反省。这个工作你当做。安尼就是换做我命，我甲换做啥啦？要来运这个命。现在有这个命。命。所以咱头前咱修道了，咱这个刚得的讲到讲是三宝当时来，当时这个三宝这个千年啊，这经贵啊，也讲讲都，你觉得这个求道。你这个说，这个道就是拄爱讲是自然的发展，所以人已经包括天地、众法，包括咱人，拢一定来照着这个自然的发展来行。较所以人为着这自然的发展啊，伫咱大约讲的就叫做反作用，反作用，这个反作用就是得到迄个反作的因果。所以比如讲咱台湾来讲，为什么叫土石流、土下巴？甚至你乌白干啊，乌白干错，所以地主落乌就是会放落来袂？会放啦，这就叫做反作用。反作用就是为着做迄个自然发展。当然，这个求道修道，所以求道要修。啊，这个既然要修的时候，所以你要知影求道意义一定爱离开着自然发展。那么咱怎有咱注意，咱做人的。第二个发展是什么？什么道？对，心中有道，但是做人的要什么道？对，要人道。你做人的道理，做人的照道理啊！你若无照人做人道理，你就是不怎款，你就是会坚持着无自然的行为。所以咱要照自然的发展，就是咱讲的，爱真主人道他。所以注意，我们今朝咱注意，看到咱内家庭无顺利，身体无啥甲外好，啊是事业做了嘛袂顺利，咱有一个动作，咱会安怎？咱人无讲叫做问心托本，对吧？反正问个人来听，我假设我代表我较有啦，哦，都唔捌问心啊，假设。嘛是少，但是咱讲的哦，10成都有7成，甚至8成，甚至9成，拢加减袂了。啊，你若无就代表你一世人拢肯定是对啦。啊，我跟你讲，我改就好啦，对无？啊，所以人讲就算咱嘛无平等的，一世人可能因做做的话无共啊，所以当这就是拄着我不顺利的，所以咱会问心痛的。其实。今仔日求道道了后，只要你内当真主人当家，找回咱讲的灵魂自己的自性，迄个家己的自性，家己的本来面目。所以咱为什么要做心灵？要问心托迄个心灵有比较好，敢无有？那无比你袂当问啦，就是讲以后就解决你的问题嘛。上起码迄个无看袂到，伊看有啊，啊咱目睭是百单，一蕊遮认真，嘛看这看袂过对无？起码我有明的伊看有啊，所以咱就问到底，我死都有去卡去，晓得影？啊，所以想到你比你较紧，所以有一个老师在对话的时阵，伊就是讲，道啊，你若外口你问真多不咯，其实迄个无解，其实伫你的心中有一寸不咯，迄个上紧啊，这个叫做真主。所以咱会晓去向外口去做迄个心灵，其实咱内底这个神哦，这叫做元神、元神。所以咱的元神是足轻啊，现在袂轻，你甲砍掉咧。我才有咱注意，你问清楚不了哦，敢是
神要甲答应好，神伊嘛叫你讲啊，你著爱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啊，结果怎人去做？话是家己去做，啊，若要见家己去做事，当然咱若唔捌先搞的，起点是咱面顶嘛是好啦，哦，啊，但是啊，你若咱讲诶，请贵坐我度，就有咧有，请贵坐我吼，就是讲意思讲，伊若啊，咱人当迄个神啊，比较讲爱伊诶处事啦，甲爱事，啊是较无正当诶时阵哦，伊所做诶方法可能就较无正当哦。啊，但係咱做會牽你啲喎，所以講人講唔聽，鬼講空聽。所以講外口嘅神，實際上咱本身就係改變你家己嘅神，完全無關嘅。所以回到我一直轉到尾啊，你嘛是愛靠你家己。所以老師講嘅這個心靈，咱改變這個關係，這個上明啊，你只要一個推出來。哦，就是講誒，做個像做人嘅道理，叫做做些咱嘅關口，做人嘅安怎做，係本論做無出來，安尼就是民族嘅。當然啦，這個不如意嘅時陣，還是講我真正無啥物嘅時陣哦，咱是做咗大家你開班嘅時，咱道理來聽，啊道理聽，就人去聽聽，啊去聽到道理聽愛消化。消化意思就是講啊，你愛知影個道理安怎應用在你日常生活，應用你做人嘅道理是安怎做，應用你自然教導這個法修意思，安怎去做？像唔安尼，苗嚟解，苗嚟解，今仔日你就做會了解事嘅，按照我來講嘅，求道的好處，第一點就是求道可以超生了解，對不對？可以而已。他們一個來講，叫做做一定條件了事，叫做做要愛看後邊安怎做，所以叫做做要就是愛學做，愛修做，愛辦做，愛學來講做，啊無就愛了做，最後才當清楚啊。所以有一個階段嘛，所以你若清楚人講解啊，所以你若只要一直受佇處事，待人接不為人處事，你攏會當來曉得，人多少好啲啦，會當了解的希望絕對會。因為人道盡，天道永。人生啊，我天生就是成就啊，這是老師講講句，哦，所以講是這樣來。你要看這個命，就是人愛依靠的。如果呢，你在手中講的，要依靠什麼？要求道。啊，今天我們不講這個，啊，我們不講這個，咱不會講這個。所以人愛去求，像我們求修的動作是什麼？因為救修的動作喺哪？人只要會當聽，這事情才當好，這事情才會來後擺下咧。好。因為認定會當知影家己唔對，來改做信心懺悔，安尼當然就法度啦，改變命運。所以我啊，你見到那些大家都已經互相去做嘅，啊，是啲報告嘅時候，我哋有問題啦。命運真正會改嗎？命運真的能改嗎？可不可以？命運能改未？我甲你我講會改，我都改。為什麼佛法給人講？因為要改人毒手，毒手。如果你有秋天時節，你會記得你什麼呀？真正你講的有真氣感的，那個懺悔心真正記出來。但是，咱社會講那大漢來啊，大漢了哦。就是大嘅生氣進來的時候，其實老師嘛相信，我沒有辦法。當到你細嘅觀點，老師嘛喺度講，因為都講我講，對你手機叫做關注嘅，啊哪會我懂？所以其實你會當改這個描述，就是講這個改，另外一個中，愛有一個動作。就是講你中這個動作嘛做袂到，這個唔該，你中這個做唔到。
改就会改，是真爽爽。因为人最困难改变就是咱的习惯，人最难控制就是咱的情绪，最难相处就是咱人的关系，最难平衡就是咱的心态，就是咱的态度，最难突破就是家己，最后一步来讲就是叫啥？人最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你把展现出来，你就有办法改变命运。如果你展现不出来，真的有出来，你搞定能改变你了。专量，因为人生足侪都是咱累行的会路，人生不多算就是病嘛，对不对？为大路大好大路，啊为是小花小路，起伏不平啊！你的心态，你到这个随着这个起伏不平、大好大路，啊，这个像你的心态袂烦恼，到底烦恼袂尽啊！啊，那烦恼袂尽的时，你有法度改变你了喏，绝对没办法。所以最大的能量，你要做就是讲转念，练转你的习惯、你的情绪、你的关系、你的心态、你的自己，那当然就会改变了。所以今天或许就跟大家谈这个转念，专量，是一个专量。简单来讲，转化它的心量。修道人，伊要给他培养，因为当你修烦恼中间啊，这个念头是很重要的。所以两头是咱修烦恼培养的灌地处里面是最重要的课程啊。啊，我诸位在座拢是外见会，啊，跟你们老不要发现，就老拄则以来你看一个老菩萨，伊才快87岁，你看87岁，伊是道中干嘛呢？别像迄个过去安尼啊，伊即摆社会是足少，迄就是对于世界经济作用，人个组成嘛是歹。所以到我若10年我都87个条，因为真开始认为囡仔是足深，伊天命多些，地心天命嘛深，今仔日伊心肝嘛深嘞，伊嘛是踏出去行。所以现在无人当你啊，边缘不管集中主义去看，因为这个社会，像这个社会啊，你在去注意大家做个社会知啊，他在社会啊，这个都开始就画面开始做有无？哦，就刚刚说就开始讲，像我咧，一家辈就光阴冲，基本上就有几个都。独立公主家好听，今天都贴出来把这可以看。我打那个宣传，直接就出来，他还在那边立正，我就看到，所以基本上他都会宣传，基本上还宣传。所以你尽量你在修道上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去把握起来啊。所以专化心量，就是简单来讲，把这个叫改变心态。啊，那改变心态，你在社会来讲叫改变你的思想。你这个阿达嘛，唔能去同意，定定哦，我就改变，安就必须。伊比咱这个必须的咧，你这个现今的社会啊，咱就打比如讲，男女袂咱是讲较早安怎对无？哦，这个是安怎，啊，即摆你这少年安怎，啊，就是咱这老的较早是少年，囡仔是所受着的情况，按来一个讲，或者是少年者，少年要接受，他不接受。啊，咱对是大人，即摆囡仔，咱对咱安尼对是大人安尼，即摆心态嘛无同，所以咱怎么即摆吼？我家己咱都不少会这样子为，较早无咧无大分析，甚至咧较早饲囡仔，
讲用题材咯，这个方面，伊咱啊大汉就是咱老岁仔老的吼，就刻苦忙一些。起码我这代你唔忙哦，这个土地真好听，买食我真敢炒。时代变化，最注重咱去改变。这个做啊，咱的真正啊改变，咱人数这个劲啊，咱才快，咱才会产生多些团队。所以有人讲，思想这个念法，这个修炼是一个思想，所以一个人的念头思想若无同，啥物事做法会同的，做法嘛会同，最后结果嘛会无同。所以修炼有重要，足重要。为什么会重要？说这个信念是一种能量，能量有正能量和反能量、负能量，这那种正能量，所以一个人正在飙起来、爆起来，哦，这人去调在庄家或者庄家一些人生健康哦，有人在讲，你讲你一张炮弹起来哦，就伫那个水，咱感觉房间都有镜子啊听。就对调了，哦，可能收腰一下，哦，我也快乐，今天我又活了一天了，我今天我要给精神也很好，像我们你在平常哦，精神都没办法，没注意到自己整个情况了，不然那就该注意了，但是现在是会避闪了，但是在这个周标哪里在这个瓦里头，给它配出来，这里心态，这个有能量。你来到那边，你老婆这样引导他，你看我这个那个 PPT 的怎么样都没有去整，精密点啊。谈论话的，你因为本来东西现在进行好啊。你来接受的，哦，其他的经典是啦，刚刚给了你弄的，那个朝气、火药，这个就是能量。火药散出来，哇，它的表面上那个淋巴。那个精气会出来得出来，若这个不如意的，就是简单讲，拿精气好，就来开火水枪嘛，若心情歹，火上气，这个时候跑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能量。所以老实讲，这一间有四种的力量状况，第一种就是心的力，第二种是负担。第三种是强量，第四种是缓慢。下面咱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一种四种，如果老师都用这四种都想多啊，那四种跟着都对谁干么？愿力大过来，过往，活力过来，心力过来。伊是讲是要讲大，但是四种要取，像心我是对的啦，完全是对的啦，未来做职业也变对的啦，所以对心，心可以想，心会产生完全好，心可以想，心也要做上对象的。所以你的心的那个力量，它的能量是非常大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走心嘛，走路，我听你哋考试考唔到我，都不一定不讲好，走路，好。来一个带动它，安尼叫做安尼嘞，来，最后了，多是好，多是善，多是好歌，好，来，我再说一下，多是好，多是善，多是好歌善，好。口号归口号啊，但是要化为行动，助心，助心，然后气一个气的心，说我们
道心理真，天命真，还要良心你要真，用心爱己。啊，用心提出来，唔但用心有到到过有心，社会人就谈，嘛是用心一个字，是一个意思。其实你不关系到你个人的现象，所以这个心力是非常大的。你要参求真正的能量，正能量。你要坚持讲，会等于会等于，他肯定是不。你不肯定，你把我训的是主意是吧？第一边那种这个逻辑带动力传统法，是应用法。当然你讲，我今仔我要来做啦，你来帮我干做啊？你讲这做好无？无啥较好的话，你来做啊？对不？两手好大，对吧？我今仔我这个做了，我改变我是一个家家庭，安尼活好海的。你这样子跟听起来会不会肯定啊？会啦。这个就是要你真的要肯定，这个正能量要出来。好，第二个能量，好，对不起，所以你的能量刚才讲才会产生改变。所以老师跟我们讲一句话，老师他都是说，心量会成为咱的思想，思想会形成咱的行为，行为最后累积会变成咱的习惯。那么习惯就注定咱一世人的性格，这个性格是啥？命运。所以，第二在学习的话，弄个目标，改变你的信念，就可能什么？改变你的命运，就是这么简单的啊。好，再来，这个是专讲这个重要性点就是心量自因果，这两条启动这两条，其实都是因果咯。你若讲我小的时候，我做做到因果，这两条都因果，你的心量的驱动就是因果。所以心量是咱健康和福的根源，嘛是咱善业、恶业的根基。你若看咱是当大开始做阿里山，阿里山小好，然后再到这个沙拉山了，沙拉山嘛是不好。像你长在华西啊，刚长起的，是。刚长起来多大？哦。没有，它是马蹄的经济。那么你们这一单的代志都是安尼，虽然今日会当新做合作，嘛是一个的经济，是你情的先就不一，但是我甲注意保证，你今日求到你就情要稳定。你无求到，我唔知甲你讲，求到这个正要这个福音，行一最后你会当拄这个福音，这叫什么？这如来是因啊，你会当信的就够了。你信着嗰个因，你一直甲压，一直甲欺负，一直甲灌水的，一直甲教导，像有最后会成好未？会会。若无今个能量你无咧讲，如果真搭错饭嘛，异想天开是充不可能啦。就摕山要来甲摕咱外口的山，要来甲煮饭，煮会成功未？天忘的。但是虽然讲这个因行为啊，你若修了就好，我完了，我来保证来照安尼修哦。假使若无照安尼修，你来反倒白来讲道正向的，你到尾啊，你是啊。经济本来是为到尾变成什么因？魔的因，魔啊！到尾是魔的，就变成魔。因为佛甲魔是啊，一体两面。所以佛经在讲，讲出一两中即是轮回种，一两经乃成金刚心。金刚心就是咱金刚不爱之心，就是咱自咱的发心。所以这两头当然不对，所以两头当，咱才讲起心即是动念。后面谈到这个问题啊，当轻当啊，变性的轮回。但是呢，进而就是被受到外口影响，因为咱的心拢会受到外口的影响。要做啥叫做见境思境，见境思心。看到外口的种种方面，咱的心会产生无共。今日我的囡仔调皮、捣蛋、
考试好歹，请问你会欢喜吗？你会生气。我今仔日另外一个囡仔，伊考试考了袂歹，啊，去做调标会怎么会去做标的？你会欢喜袂？所以咱会受到外口这因素不定定，所以引出咱的心理变化，会起大，所以变成一个轮回经济。啊，当初若真的意思就是讲，虽然是安尼，囡仔生到伊较无听话，嘛去外景，我嘛咱较差。这个囡仔伊较乖，乖外景，啊，好势好安尼。你袂受到讲伊好到歹来影响到你的心态，咱人的报纸搞得到的，对你受了袂歹，你是信心啊。所以这是来讲个了。所以老师讲，一念脑先就是先先昏，一念脑后是地下会遇到恶鬼，所以一个念头是一个轮回。所以讲的不是轮回，不是做出来这个轮回哦，因果嘛是做出来哦，是你所讲的心念就让造成你若善念，就变成恶业就袂当。所以咱的念头要保持就会好，保持互伊先。一个歹的念头啦，行来咱心上时嘛，咱唔通甲接受啦。咱若做无讲早餐，照单全收掉，啊，就是对咱老我做解决，的时阵咱就安知性的，无就烦恼做事。啊，虽然教起来咧，较袂把人教你家己教你家己起来，免教你自己，所以你要自己。所以咱的念头很重要啊。这个念头也很重要，我讲的足重要，但是这个念一定要甲转的，无转甲袂使，会啊，无转啊，用多轮回啊，要转的，有机会调整了。所以你是要转人转，转嘛，咱讲话嘛要转，你转得转，我就会转正程度。所以这个叫做自然受灵水性，那讲地府求丁的风光，对无？但是这是抽象的，抽象了后，就亲像比如一个，咱即摆我记得咱读册吼，第头一讲起来叫做什么开啦？注册，咱听说嘛是注册，注册了爱转落，上个爱上个好啦，国际外人。我在上面看，我有往上面带啊，你有，你要英雄，你无英雄，我要放到别人这个念书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据我说的就是注册，当天有注册，他老多除非注册，但是大半年来年年过过，以前那边，嘛，其他以前爱做那边，这边做叫做天公庙，这边那个修改的。咱那边都会解决问题，爱习惯。所以念头起来，这个念头讲话，这个念头起重的时阵吼，其实是咱众修来讲就是歹，无好，所以无好就给它转来。起心就是无，起心即是我。所以咱说我讲无自觉的言语就是妄心，这个妄心。所以起的心是妄心，的妄觉叫做妄心。所以在《楞严经》里面，内底啦，咱这个经文是教导咱讲一切众生对无始劫以来，生死相似，但有不知相随真心。咱的自性本来清净，咱的自性本来蛮光明，但是就是妄想，所以这个相无真正，所以叫做轮转。起了妄想的心，妄想的心就是分别啦。那你讲有做有那个搞来讲，有发现来这是这样意思啦。第六意思就是产生妄想分别。这个是不好见与说这个，这个是真正，所以不是真正，咱世间啊做做真正，安尼就是对这个用道路为在啦。所以世间是讲，是众生啊，都是再来当呀，我是起心嘛，再来当呀，现在伊是个心一个量，转这个叫做心量嘛吼，要转化的这量就是心嘛，什么叫做心？